最強，全城下決心，大勢一起趕上，來投入競賽中跑進理想。你也似運動員火紅，信心出眾，快爆發你潛能最英勇。無論是哪位，亦喝彩來亦哭，我跟你去打氣，足以之後全力再衝，別理掌聲與批評，人強就取勝，忘記好動與好靜，只要很坦誠，流過汗亦釋放熱情，人人起勁美，到終點我未停，有過程全力證明我本領，來試試越過障礙，暫如為求盡興，逐個請緊我響於強悍競賽。做運動熱鬧來宣揚，參加跟分享快樂最強，全城下決心，大勢一起趕上，來投入競賽中跑進理想。校長啊，你最期待係邊一場比賽啊？其實每一場比賽咧，我都會期待，因為係同學努力訓練，佢哋可以表達嘅成果。因為同學咧，佢都係咧悉力以赴，而更加特別，我哋又有啲接力賽啦，同埋亦都有幼稚園嘅跑步比賽。你知唔知最後係邊一場比賽啊？就係師友聯隊啦！呢場我都好期待㗎。流過汗亦釋放熱情，人人起勁美，到終點我未停，有過程全力證明我本領。我哋一齊去打氣啊！好開心啊！逐個請緊我響於強悍競賽。做運動熱鬧來宣揚，參加跟分享快樂最強，全城下決心，大勢一起趕上。來你平時踢完一場波咧，你會點放鬆自己嘅心情㗎？因為我哋踢職業嗰陣時咧，我哋日日都要練波啦，練完波咧，我哋要有一日比賽嘅。比賽完嗰日咧，我哋會有2日放假啦。咁嗰2日放假咧，我會鬆弛我啲肌肉啦，唔好再去跑步啊，或者喺屋企休息啊嗰啲咁樣。40全城愛校慶啟動。